都是你這掃把星，害表哥受傷還好意思回來。我今儿个累，没心思跟你吵。没话说。你别走！你别烦我！哎，你等等我！叶兄，有何话要说？独孤兄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我要说什么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独孤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？表哥，没问你。王爷，我在大街上遇到晴柔姑娘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即使她再聪明，再沉着，她也是个弱女子。看她无精打采的，我便叫她在茶楼坐了一会儿，開導她。没想到被某人誤會了。王爺，若沒有什麼事情，我先退下了。我的天哪！你這麼說，誤會才怪呢。哎呦！看來恢復得不錯嘛，都能起來了。你多活動活動也好，省得變成大胖子。邊沒有皇帝的命，反而得了皇帝的病。哎，王爺一早醒過來就找你來着。算你還有點良心。這又是怎麼回事啊？王爺，他前些日子被禁足了，這不擔心你的傷勢，偷跑出來了。剛才我們來的路上，還一直被人跟蹤。我看杜甫急於帶他回去，還有重要的事，不如先看看杜甫的態度再說。表哥，父親這回很生氣，我回去肯定慘了。你就讓我在你這兒躲幾天吧。我保證不生氣，不發脾氣。表哥，父親讓我嫁給二表哥，你是知道的。我不喜歡他，哎呦，表哥，反正你這次要是不收留我的話，我還不如一頭撞死算了。哎，別，您這打算往哪兒撞啊？這院子裡的東西雖然說不上是價值連城吧，可也不是大風刮來的。再說了，你這萬一砸壞了花花草草怎麼辦？萬一碰傷了丫鬟怎麼辦？表哥，這王府還是要賠醫藥費的。這就算不用請郎中，那手腳不利索了，幹起活來也不麻利了，吃虧的到頭來還是我們家王爺呀。還有啊，人家丫鬟雖然是下人，可也是娘生的爹養的呀。你怎麼就沒有一點同胞友愛的精神呢？哎，表哥，表哥，行了，表哥，依我看，嫣然就暫且住下，回頭我必會稟告舅母大人。謝謝表哥。舅舅，殷浩這是要把整個京城都翻過來了。按這麼查下去，早晚會被老三查出來，到時候我們就麻煩了。不必驚慌，他查出孟姜，我們也有脫身之法。他一個占山為王的山賊，他的話誰信呢？可是什麼？為了他們方便辦事，我把王府的腰牌給了孟姜。你糊塗啊！舅舅，我也知道錯了，
你趕緊想想辦法吧。事到如今，我們也只有先下手為強了。明天我先踏人一步，去找皇後娘娘，跟她說道說道。這樣我們就不會太被動了。你說，她是相信你这個兒子呢，還是相信其他人？王爺您回來了，雙兒給您。雙兒該死，不知道王爺有客人在。我不是让你在後院待着吗？他們說王爺回府了，所以想來看看。這是，这是双兒，快過來，拜見舅父大人。双兒拜見舅父大人。双兒，她是我家奶娘的远房侄女，最近送过来托我照看。双儿，我和舅父有事要談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嫣然她啊，舅父放心，婵儿心里明白，我們还是想想如何處置孟姜那个山贼吧。